你唔嘅多骨做啊，你唔骨壓翻熱頭走出嚟，唔係我嘥事。所以我哋呢唔嘅基本上差唔多6點左右出嚟呢喎。農場呢我熱頭太涼咗，唔嘅我吐唔掉啊。这里的乌龟蛮好吃的呢，它没有泥土的味道。其实我们并不是养鱼来卖的，是因为我们种野莲的关系，一定要有鱼。鱼的作用就是一些水里面的浮品，因为我们这边好几种的鱼，每一种的鱼它就有它的功能在。像草鱼就会吃一些水草类的，它会伤害我们的野莲。乌龟鱼它因为它很爱吃，它看到螺类或一些虫类它就会吃。我们的目的把鱼放下来，就是帮我们清洁这野莲塘的里面干干净净的。Xin chào cả nhà, tôi tên là Lê Bá Hạnh, tôi đến từ Việt Nam, tỉnh Bạc Liêu. Tôi đến Đài Loan được 20 năm. Hôm nay tôi ở Mề Nũng, Cao Hồn với chồng làm một công việc nông trại gao tràng ở Mề Nũng. 这个水莲一定要有泥土，茎才会长起来。我们在水里面的话，它会黏着，那个泥土会黏着。10几年前美浓的应该做水莲，这个行业会比较稳定，所以我们选择稳定的行业来去发展。Ôi là chàng bỏ gạo bay lớn đây đó hả? Chàng đét mẹt, có kìa. Thiên à, hào tay bảo. 这个水莲要70天以上，65天到70天。如果你遇到冬天，可能会久一点，因为它生长很慢。冬天差唔多9升熱啦，差唔多下差唔多2升熱左右啊。長度差唔多是120公分左右，出廠鬼快做些啊，品質還沒咁鬼好，出袋都冇見量。以前都農場都壓上嘅啊，面農腐地不長出來嘅，壓上喺骨粗頭擺落片然後炒咩炒移出來感覺拿回家用炒的方式把它炒碎，然後這樣炒來吃。以前的时候啊，刚开始做的时候啊，就是我老公这样采啊，我在后面这样子洗，然后整理，全部用完了，量够了，我们再回家。所以几乎整个早上都是到中午都在外面晒太阳。没有工人啊，就是我们2个人而已，没有工人。没有我采，他就在我后面这样洗啊。没有钱可以請工人啊。當時諗冇講出嚟創業嘛，都做兩個人同做些，自己頭家可以做些，做誒冇做誒咪上工上工，你可能佢自家做嘛。而不係3、4年啊，都上用緊喺只同40年嚟啦，做乜有錢魚冇錢便宜咯，梗係捕魚化工，跟其他貿易化工，咁梗係要 T 批度化工，T 批度化工。感覺說是
聊得开来的那种的啦。企业的反应需想要请你啊，没有为什么。我跟我老公是当年是一起工作的，真的是蛮有话聊了。他只有看到我就一直讲不停，然后因为我早晚都看着他跟着他这样工作，人家也说我们是男女朋友，所以我也没有别的男生靠近我，然后久来久去就真的也没有机会了，就嫁给他了。因为我觉得他找到我是对的啊。我自己本身也很喜欢创业啦。哎呀，因为我小时候我爸有讲过啊，你当人家的员工，你不如出来闯，当个小老板，那才是你自己的一片天。啊，我也不怕苦，既然做就要做大。可是创业的时间啦，你看你都反对啊。灭得起来，灭唔起来，又唔知万一灭唔起来，那你肯定要担心。董事长我冇办法灭唔起来啦，就该憋啦。啊，就算真是灭唔起来，出股会双板咩？啊，最起码本自家个底气啊。刘德义啦，对外事的啊想法好冇相同，因为讲啊外事的多钱，哦，啊来创业好做啊，你本外事的偏走哦样嘅。按我嘅想法唔係按你，台灣人唔係錢嘛，台灣人想攞啲錢啊！啊，野蠻人整個人整做出來，也冇一頭，又冇一槍，係就冇支持人嘅想法啦。我們剛開始創業的時候啊，2個人戶頭加起來好像沒有到，差不多5萬塊左右吧。資金綁得很緊，我冇咁平時加錢咯，加爸爸加。加州兩名係爸爸捆到嚟哦，咁就捆到攰咗佢啊，冇壓揸車了。啊，所以剛開始2個就很努力，都不敢請人，就是這個樣。像我老公他早上先拔一拔回來，他中午休息一下，他下午3點就去公司那裡上班，啊，剩下的我自己用自己包，啊，晚上去送貨。一開始真正係無法想象一開始是怎麼過來的。固定上班生意量下班，有下送貨呢。送到凌晨4點人，不5點人可以到路卡呢。睡一個2點鐘，要放在綁牙裡了，我真的受不了。有一次又把出茶貨，我就覺得說，因為去送貨回來，中間睡着了，所以真的那個不是這樣做的，錢不是這樣賺的。小孩的部分啊，早上我要去工作的時候，我先把他送去學校啊。他下課的時候，我們去田裡的話，把他帶着啊。如果我在水裡面的話，那時候我老公他有買個很大的保麗龍，把小孩放在保麗龍上面，這樣給他玩。我們就跟着這樣做。最起碼我們看得到他在我們旁邊了。他在上面走來走去，掉下來我看不到。我們2個出來創業的時候，老一輩的都很沒有看好我們，他認為我們是在玩大人的遊戲，就會有一些閒言閒語，會攻擊我們。住的地也住不大成，住的不是很好。後來我跟我老公說，因為我們要去租田地的時候，還是請我公公去跟他們談，因為我公公繼續嘛，他們會知道我公公是誰。我們要上車，再回家，再回公寮那裡，要讓女生先洗挑。一开始就是最上面的线的，
再走，不要走里面，走外面，走外面这一条去。然后走到那边去。对，然后再左转。以前有鱼屎的形状，可是不漂亮，坑坑洞洞的。一桶啊吼，挨中野里咧，一开始就铁桶，甲爸爸食的啦，原本你要去化工啦，所以讲还拢挨发基地啊，俺哋先以请客户，有去客厅有客户诶，哦，俺哋让到中野里呢，就那个新竹的客户，新竹客户打电话来讲，他俺哋听我一记一上野里的生意，啊，你冇打还唔怕打诶，等到俺哋紧张啊，因为俺哋冇野里的啊。啊，就跟我爸改个爸讲，一趟可以先将个中野咧么？啊，今日我老爸就煮到有5趟嘅，一趟250。啊，我爸爸讲好，一下哦，同铁桶啊，见一下通通有37桶啊。每一年慢慢嚟增加，每一年慢慢增加，唔係讲100就挑按多嘅啊。我们开始做的时候，贵人应该是我公公，就我们有什么问题跟他讲，他也蛮热心。我说爸，来带你来去跟某某个地主谈，他也陪着我们去。所以后来我们做野莲有段时间稳定过后，我回头看我公公养虾养得不好，我就很愿意去帮他这个忙。我公公因为他就一直养虾嘛，还给他，他还是继续养虾。他一直养，然后一直养不好。我们看着他好像好几年没有什么赚钱，我才说爸，那不然让我们回越南，我学一下越南的苗。我就跟我老公开始去问、去学习这个苗，而我公公也觉得说好，带回来给我公公养。我们花了大概快1年的时间，来来去去越南学习。我老公他说，那我们再开一个小小的苗场，帮我公公淡化。让他来养，结果真的我们的农历让老天看到，那批回来我公公养了，赚蛮多钱的。这个，你帮我用剪刀。剪头，然后剪一节一节我们要撕的。我旁边是那个我老公的女儿，我嫁给他之前，他就有一段婚姻，也生了这个女儿。我认识我老公的时候，他那时候他还很小，他才3、4岁的时候，才幼稚园的时候，然后我就把他自己当自己的女儿这样看。他就从小带到大，就这几年，因为他念高中，所以他要去台南，去他妈妈那边，跟妈妈一起住。我自己本身有儿子，有大儿子嘛，他也是在学校啊，他6日就回来，啊姐姐她也是啊，6日啊2个就一起约就一起回来这样子，所以就1、2个礼拜我们就会很难得。5个人都会在一起。阿姨就是对我很好啊，从小到大就是对阿姨，已经把阿姨当成家人看待了。阿姨会支持我很多事啊。国小4年级我就想要回去，然后一开始跟爸爸讲，他都不愿意这样，然后可能爸爸自己也舍不得这样。他说他想回台南，因为读台南有高中比较方便。到最后我跟他说，我给你回台南读高中，问题是你一定2个礼拜回来一次。其实妹妹要去的时候，我帮她整理衣服的时候，我有哭，我真的有哭。可是我怕她看到，我送她去到台南的时候。我转头我就走，我不敢看他，因为我想说，我为了他以后过更好，在台南决定是比这里好，所以我选择让他去。而且我告诉我自己，因为他要回他妈妈，自己新生妈妈，所以我安心多了。
怎么讲，先生妈妈也永远是好的，所以我才不怕说妹妹回台南会是苦啊，或没有人照顾，我不会这样觉得。我决定让她去台南的那一段到现在，我觉得我当初选择是对的。我觉得国小到高中，我觉得是跟阿姨有越来越亲近，就是阿姨蛮像第二个妈妈这样子。这个是我最会做的这道菜，这我所说的我们客家的凤梨浆。我在越南的家，我这是最小的，所以这些家事、这些煮菜的没有轮到我，所以我也没有学到。我嫁来的时候，第一任的时候，我那婆婆她也蛮疼我的，我几乎都在她旁边帮她洗菜，她都会在煮。然后嫁来美容也是，这婆婆也是在煮给我吃的。然后在煮什么啊？哦，那是你们最爱的啦，猪肉。啊，你们爱吃的。对，那是蘸它的。这一年都一个是菜场出厨，一个是狗用出厨。我嘟嘟我两家都有空啊，除了按你就会买东西，还是去淘地方去按你吃。那平常时按你这大来加3个人啊。你不要加给他哦。那你好像上个礼拜去那个屏东大学面试怎么样？会很多人去那个吗？很多人去面试吗20几个吧。过去来听人家讲。陪伴哦，我觉得以前会感觉比较少，因为像我国小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早上一大早就出门了嘛，然后回来的时候就已经很晚。阿姨还是有陪我们，但是爸爸可能比较少跟我们聊天，比较少话，因为我觉得跟爸爸讲话好像有点别扭。他的第一志愿是中兴大学，他说他就是明年还要再考。爸爸是比较希望我可能以后当老师啊，或是公务人员。然后阿姨之前是说她有希望我以后可以试试看当护士。姐姐，我有听到妈妈说，还有建议你都去当空姐。因为姐姐比较高啊，姐姐很高哎。我认识我老公过后，因为我知道我老公有女儿，我觉得说哦，那这可能老天给我的，因为刚好我也要女生。啊，妹妹那时候因为他们婚姻离婚，妹妹都跟爸爸，等于说跟我，所以从小到大，她想要什么我都懂，我都了解。啊，个做事情，他求学阶段做到嘛事情，都跟阿姨讲啊。他有乜啲事情想讨论，嘛可以先跟阿姨讨论，唔免跟阿姨讨论，俺都天嘅样子嘅。哎妈来摸有来小声在哭啊，那个奇怪，他就舍不得我骂他。黄香涵不是小生亲生的，你刚刚他心里面是已经把他当成是他自己的女儿。他有这种想法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把朱永仁当成是我自己的儿子呢？啊，哥哥你呢？哥哥你未来要做什么？当一个空军，然后争取看看能不能开上 F-16。我大儿子徐实他比较乖，他比较没有让我担心到什么。啊，等他长大过后，他问我说：“妈妈，那我要读什么？”我说：“来台湾，妈妈没什么读书，比较认识不多。你可不可以去中正艺校？你去中正艺校是给国家养的小孩，你在那边可以学得很多很有用的，出来也不用担心没有工作可以做。第二点，你可以照顾妈妈，你可以保护妈妈。”当然是最一开始想要保护妈妈，然后小时候也是志气很高，我想说
我就想看看，就想走这条路。每个人都说军人这条路苦，但是好。你前面也多嘛，来就都支持啊。主要来讲，主要是总项我们超过，主要总项超过成都出一周，胆子要大一点了。妈妈自己一个人在台湾生活也是非常辛苦，当然是更希望说有一个男生啊，去当做她的后盾支持她。得知他们要结婚的时候，那时候心情也是一半开心，一半是不知所措，因为我已经有个爸爸，然后我也是非常喜欢这个爸爸，我爸也对我非常好，所以我就觉得说，虽然叔叔跟我爸基本上已经站在同等面，但是我还是更选择尊重我爸。所以在他们结婚的下午，我就主动去跟叔叔讲说：“叔叔，我也很喜欢你，但是我已经有一个爸爸了，我没办法叫你爸爸。”继续吃啊！你要吃2碗。知道吗？有那么好吃吗？因为中正一叫出来说做饼团的，那我希望说你最起码也要当20年退伍，最起码。如果说你还有兴趣，那最好是当过将军的，但是我是不敢想的。不管怎样，都是家人帮助，都有家人支持，非常感动。训练都很辛苦，里面都是男的，没有女生。所以叫你去是不是？这就是早上啊，男生在田里，他们把采收嘛，带回来这里面是给女生挑洗。因为野莲啊，你不要看到这样子，它里面很多不能撕的，我们就要挑好的。这个部分，这个动作是以女生来做，手比较细，所以真的这野莲部分很耗工。我小时候在越南的时候，我想说，当个女生能在越南过得好，不要让人家看不起，我可能会当公务人员。当我想说要考上警察的时候，我才发现我身高不够的时候，我就觉得说，那好像我这个梦想就没了。那我要做什么可以交代自己，对自己好？这样，我想说，那我来做生意，或是创业。所以那时候我就来台湾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说，来台湾学习。看能不能在台湾学到什么，或看到了什么可以赚钱的机会。真的20年前，很多人不喜欢做这行。这个务农可能是这个行业是选了我，因为我去上班的第一天，那老板说：“哦，你的手怎么那么快啊？”所以他就说：“你的手好像是外手嘞。”我的手就一直动。他说很适合做这一行，慢慢就觉得说我做这行越做越开心呐。就没有觉得说很辛苦啊。我这场啊，几乎都是越南的移工，农会又给我们申请合法的移工。以前刚开始的时候有台湾人会做，因为做久了做时间太长了，靠顾虑会很多我站在水里面站了那么久，我不行啊，我脚痛啊，我手痛啊，这份工作太辛苦了。他不要做了，为什么我会想到越南？是因为我本身是越南人，我懂，我了解越南比较吃苦啦。12年政府让开放农业外劳以来，像之前没嘛，之前就用疫情的方式，疫情要跟我的老婆有关系，然后办法以来以来也用探亲的名义以来就上山嘛，问题是上山做也要故意
功能方面冇办法固定啊。我枪蛮有，台湾人又爱摸枪，可等于我冒险枪非法移工就是这样子。把推过来没？嗯。你要给我那个什么，老八的那边鱼食的。坐中间的那个就是我姐姐的儿子，他从越南来的。哎呀，我给他办从农会的移工申请过来的。我听阿姨讲工作台湾很多钱啊，我很喜欢很多钱，我要来工作。台湾人很好啊，台湾很多钱。那个台湾工作1个月也一样，越南的工作5个月啊。那个我侄子他在越南，他可以出来当高中的老师。我回越南的时候，我们2个在聊，他在讲，如果我今天去上班，我去教学，我1个月才大概1万或1万2的台币而已。我说，那你这样赚，什么时候才足够你小时候读书到现在？你来台湾的时候多努力个几年，你学习到更多，然后有赚到钱，再回去看要创什么业，做什么会比较好。现在台湾有一个去年刚成立的移工，你觉得他是好的、优秀的，你可以申请给他办永久居留证，他可以留在这里。这以前我10几年前开始做的时候，种野莲这个东西都是当地的一些老阿姨在种的，我也是学那些阿姨呀，带个脸盆的，所以真的一个早上做不了什么工作。一下子没有叶子，走到岸边再装新的，所以他们的动作可能这一堂啊，可能种1整天。我们现在这批越南的发明用这种袋子来去推一大包的，他们不用走到岸，这个可能3个小時他們就會種完這一時。Rồi không, phải dán thêm cỡ khoảng 5 thùng nữa đi, mẹ chục đi cũng được đó. 现在这个工作啊，我们是清洗完了，接下来就是包装。客户他要求是1包这样是多少两，我们就会分装包好，装箱子，寄上去给他们。所有的工作都是靠手的，要人手，一定要有人才有办法把这个工作做完成。我们现在每一天差不多大概1000到1200斤。这野莲部分啊，一整年来说啊，它的波动不大，价钱算稳定。我给大家发出已去负责包装、洗、称、出货，我就负责种，负责管理全球병水啦、杀药的啦、放皮料啦，萝卜都我去处理，地贝都有去处理，我的角色都安尼啦。我们是先有客户，再去种野莲的。你那时候怎么找客户啊？那时候啊，我们印了名片，然后我老公开车载我往北部那里，从北部开始找那种批发市场啊。我老公车就停在外面啊，他就不好意思进去跟客户讲，我名片拿了一包野莲进去，我就询问他说老板娘，你这边有卖这个野莲吗？我在美浓，我有在种这个野莲。他可能很忙的时候，他就跟你说好，我会跟你联络啊。他的名片拿了，他会讲这句话我就想说，已经来了，每一摊我都会问。这摆我来台北的企业市场，没分两片咩，分从头分到尾，但是出来市场的时间，我的两片全部已经挑起了我就感觉够错爽了。觉得说
啊，怎么那么快，一下子就在地上了？哎呀，可是我也没觉得怎么样，我想说，可能人家没有需要，所以不需要留我的名片了。我旁边这弟弟哦，他是我老公姐姐的儿子，他今年21岁了，他毕业完他就来我这里正式上班了。可是他小时候啊，都来我们这边打工。因为小时候的时候，比如说寒假、暑假嘛，也没有事情可以做啊，刚好可以来帮忙救救他们，也可以说学习一点经验啦，啊，未来也可以自己发展啊，自己当老板这样子啊。因为他还小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你既然长大，你要愿意跟我的话，就你先跟我学习。”而且他现在年纪还轻轻的，可他是很肯的做，很肯的学习。我们叫他做什么，他都做得很好。或许哪一天舅妈有新的一份工作的话，我这事业可以给你去做，给你去当。我觉得说他未来当老板是应该的。他从小到大都对我们很好，而且不止对我很好，对亲戚所有的小孩也都是很好的。对，我真的就是把我的舅妈当成是我的偶像啦，当成算我的第2个妈妈啦。他选择跟着我，他选择跟着我学习，啊，所以我就选择教他，就是要把他带到好，变一个好的人，很有用的人，啊，我就有成就感这样子。那你剩1斤嘛哈？有他过后，我就轻松多了，我可以多余时间运动，多余时间做美美的，以前没有他我就不敢，因为都等礼拜天才放假，才会有自己的时间。我觉得啊，我来美浓这地方，我觉得美浓蛮特别的，超多的那种老房子，跟我在越南的家乡完全不一样的那种感觉，而且真的也蛮好，蛮有那种人情味的那种味道。啊，然后旁边是靠山。我刚来的时候啊，因为我在越南从小我都不知道山是长得怎么样，我是靠海长大的小孩。我从小到大都看到海，看到水，就没有看到山。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才发现台湾的山那么漂亮。我们现在我要带你们来去，我找一个我同乡的很好的一个姐妹，她是做指甲的，啊，我们的朋友已经10几年了，啊，所以我每次有时间，我就会来这边给她修指甲。没有很久，很多视频呢，小姐。就代表认真工作。有认真工作哈。对呀，可以啊。我们的工作的时候，我都要戴手套，会掉了，可是也没那么快。反正我1个月就会用1次。我在越南的时候，那时候才19岁，还不知道怎么去做漂亮的，还没有那么爱漂亮。可以说我们来这里做1个人而已啊，离家那么远，啊，就想说自己对自己好一点。一方面就让自己的家里的人看到说，哦，好像你来台湾不那么辛苦，有人疼爱，展现出来说，哦，我来台湾这真的不错的一个地方，不能那么邋遢啦。我跟范范我们已经10几年的朋友了。当初我们嫁过来的这边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学中文的时候认识的。我们后来才知道，我们来的是同一年。那时候18。来了没有后悔？天天哭。没有后悔，就是可能语言不通啊，大家讲什么也听不懂，因为没有朋友，也没有亲人。
有点感动啊，有点感动。还可以擦下眼泪。你刚好问到他这个点了，因为他学这个的时候是他真辛苦的时候。那时候我带小孩子，然后就也去企业人了，专打工了。我那时候小孩子还那么小，然后我觉得这样不对哦，我们来这边这样也没有什么未来啊，然后就想说去学一个技术，也可以一边带小孩一边赚钱这样子。那时候我们来的时候，我们才10几20出头岁，留在乡下的年轻人很少啊。如果他30几的或40几的，他好像也不会把我们当成朋友。他们的想法就说我们来台湾可能都是越南都是不好的，因为那么年轻嫁过来一定会有目的的。就是很多婆婆妈妈们都觉得说，我们那么年轻嫁过来就是骗财骗钱的啦，所以我们2个有个共同点，变成说让台湾人知道我来这里不是骗的，我有实力的，我也想跟台湾人一样，我们嫁过来这里，我们的根也在这里的，小孩也在这里的，我们一定把家庭顾得好，小孩教得好，这样以后台湾人看我们的看法真的是完全的改变了，你看。发那个虾苗啊，他明天晚上9点半会到台湾。我们大概10点半会去机场把它接货。我会叫那些工人把它放下去，这样。直接就放下去。直接放。那苗25件，里面有30万尾。刚好30万。我公公要准备明天放苗的鱼籽。放2號嘅。2號牙裝水，下工堂呢先準備好來，準備好再睇個嘢，係會來都裝得嚟嘅啦。这个危险呢，这么高。对啊，爸，我觉得我还是教他们拿大的钉子再钉个中间。这个如果有加到水的话，你走它会滑下去。不，没关系。还是钉好了啦。好。对，比较不会那么危险。我感谢他，感谢这个媳妇帮助我儿子，他也可以说帮助全家了。真的，要不然我这个儿子还是在上班呢，不可能有像今安呢按发展啊呢，很棒。像这种事情就是要他才有办法。来出下工都爱去噶，爱过底啊。当时那个台湾那个虾苗啊，养不大了，我才教他去看看对越南进口进来虾苗，结果一养不错，他进口一种，我也有去越南啊，就跑去那个养殖场，他们的养殖场看一看啊，以前要5个月、6个月、7个月，要养到7个月啊。现在越南进来的虾苗3个月、3个多月、4个月，顶多4个多月就卖光了，差很多了。跳下去了，好，我现在要来去机场摘虾苗来了，9点50飞机就降落了，所以我们现在赶快去机场把泰国虾苗这一批载回来。我这丝巾的量是30万尾的，泰国虾苗30万尾的，这算是中上了，也不多也不少。这可以准备大概1甲半的地在养的。
目前1、2个月会进1批，就因为台湾现在养虾是有季节性的，也许1个月也有2批，这也是我们的嘛？全部都是啊。哦。因为它是活的，所以要赶快把它放下去。从越南的苗场到我们这里已经总共18个小时了，所以我们要很快把它放下去水里面。我刚刚打开，我看几乎都是活着啊。可是你放下来，最起码要3天后才确定看它跟这边的水有没有适合。适应的怎么样？之前100只可以活70、80只，对虾苗来说，天气凉凉的是对它来说是件好事。这几样我等一下带去我婆婆那边，我早上都买好了，要来这边的时候我就买好，现在要准备拿去老家看婆婆，然后拿去给她，这些是她爱吃的。你知道妈妈回来接妈妈哈？阿嬷起来了吗？好，妈，回来了哦。嘿呦，好几天了哈。我今天也买香蕉呢。我买了2条的。哎呦，很像哎。我买了6条。爸，你帮妈妈一下，这个拿去冰箱。这是我婆婆，她平常住老家，因为她身体那个脚比较没有力，她原来是要跟我们一起住的啊，因为脚的关系，所以她住，对，她住老家，啊，有个外劳陪她。哎呀，不会的都很乖，你乖啊。我来美浓，我嫁给我先生的时候，我都住老家，跟婆婆一起住，她有把我当女儿的感觉。因为我来美浓的时候，我也是属于在外面工作，也不是说时间到会回家煮菜的那个，他都煮好，然后会打电话跟我们说啊，你要回来了没？要吃饭了呢，就这样都会关心我们，啊，他也问我小孩的事情，我们相处真的很好，我蛮幸运的啦，都遇到都是真的很好，蛮疼我的，他都帮我照顾小孩，带小孩这样。不可以给他那么多，按多钱。谁赢？我要花3颗。哦，可以。我买的。哦，好。妈，我们来继续量一下血压，慢慢走。这个给我，这尖尖的，走慢一点哦。还要喊我们加工。嗯。提醒您，在量测时放松心情。149毫米汞柱。高一点点。高一点点了。 140才正常。哦。我们每天都要这样运动，只说早上临时有什么事情，我们2个会赖说哦，我今天有事。 或许他个人很早约，他也跟我说我有事，这样子。啊，我们坚持要每天运动。我们的嘴巴很爱吃啊，然后一直吃，然后没有运动就不行啊，身材会走样。
保持身材。对，第一个是保持身材，第二个是努力赚钱。我每天早上先运动，运动完我再来去工作那里帮忙。讲真的，就大概这2、3年，因为有了这栋房子过后，我们才会有空间。加油啊！对，为了要变瘦，加油！我老公有时候有空，他会偷偷看监视器。没有，他很喜欢关注我啊，他就很喜欢看一下我到底干嘛，然后他会跟我说我哪里做的不好啊。然后我说你为什么没有一起来运动？他说我才不要。我们说我们2个讲好了，等到我们45岁的时候，我们身材都要这样，不能走样。他说他老了，他不想像一些大妈去菜市场买菜，然后他连去买菜也要穿得漂漂亮亮的。我说你买一个摊买菜就买菜，穿漂亮干嘛？你知道我现在的努力是为了什么吗？因为我前2个月我去考中技的牌，辣妹洗中技那个样子，才会有办法出现。他就很羡慕一些女孩子骑重机。对，所以我就一定要瘦，我要瘦5、6公斤呢。到后面为什么我要选择嫁给我老公？是因为我觉得他跟我在一起的当中，他蛮认真啊，我想要干嘛，他都很清楚。那时候他有跟我讲一句话，他说我们刚开始创业真的很辛苦，我属于一直做，可是我没有管钱。我当个女生，我不需要那么多钱，我需要过了幸福。我当一个越南来台湾，我第一个要有自己的家，你做得到吗？他说你给我一段时间，以后赚到钱了，你想要什么我都会给你。为了这句话，真的我拼到现在，真的让我觉得说我选择这个婚姻，我选择我老公是对的。小珍能够陪着我拼，我做嘛事情我支持我，如果天父来做，也係答問感動嘅地方。而咩希望以後我做唔起來喎，也啲人做唔起來喎，無意有啲家庭蠻可能冇啦。我這裡哦，這一區差不多都可以採了，因為假日是工人在休息的，我們還是再看一下野蓮的狀況。這份工作我覺得做也蠻習慣了，就看一下就可以回家了。我在台灣，我想做就是說，我把這個事業做得好，做得穩定，幫助一些越南來台灣工作的，讓他們有機會工作長久的，賺到錢。啊，在台灣的話，我會覺得我是個越南人，也對台灣有一些貢獻。我叫李柏信，我来台湾20年了。虽然过去我过了那么辛苦，我相信以后我会越来越好。我会一直称赞妈妈，说妈妈你好漂亮，妈妈你是最漂亮的。我会让妈妈更多自信心，然后也强调说，我存在是会保护她的这样。其实平常都没有说，不太敢说什么心里话，但是我有感受到你真的很爱我们这样子。我非常的感谢你，感谢有你在我身边的陪伴。你说你老的时候，你想过一个很简单的生活，你想开一个水果店，每天穿得漂漂亮亮，当一个水果店的老板娘，这个我会帮你完成。